大家好，近期香港同國際新聞嘅畫面都好似冇啦冇楞咁，一邊係南韓前總統尹錫悅陷入司法同民意拉鋸，另外一邊係幾百萬份艾普斯坦檔案俾媒體驗屍咁，引發英美社會對權力階層性犯罪嘅集體不安。如果將兩件事擺埋喺同一個角度去睇，其實都係指住同一條裂縫。當制度遇到權力階層自保，民主體制究竟係會選擇追求真相，定係第一時間自保先呢？尹錫悅之可以做到總統，唔係偶然。佢出身檢察體系，靠嘅係調查前總統、調查財閥同埋權貴，建立名聲。喺選舉嗰陣，成功塑造反貪、硬朗、唔妥協嘅形象。喺某程度上，佢確實回應到南韓社會長期對權貴階層不滿嘅情緒。換句話講，尹錫悅當年上位，代表到一種真實存在嘅民意。問題在於呢位反貪檢察官坐咗喺個總統位後，角色轉換唔到，佢一直都以為自己仲係檢察官。事實上，總統再唔係單一案件嘅起訴人，佢係管理衝突嘅當權者。但尹錫悅處理政治嘅方式仍然停留喺檢察官嘅邏輯，佢嘅焦點好簡單，對定係錯，有罪定係冇罪，查定唔查。當佢同老婆連續捲入爭議嗰陣，佢選擇嘅唔係政治降溫，而係繼續用程序嘅語言應對政治問題。喺呢度就構成佢最致命嘅錯誤。問題唔單止係有冇犯法，而係作為總統有冇主動避嫌先，有冇嘗試降低同制度衝撞先，有冇意識到自己嘅存在本身就係衝突嘅來源？答案係全部都冇。尹錫悅並唔係單純嘅受害，或者係被迫害，佢嘅責任係政治判斷失誤。直接啲講，係用檢察官個腦去做總統。檢察官追求裁決，總統要追求平衡。當總統將所有問題交俾司法，政治就會被司法化；而當司法長期被當係政治工具，司法本身亦都會被政治化。結果係無論邊一方都冇晒公信力。當然亦都要承認，南韓司法界高度政治化，本身就有結構性問題。幾乎每一任南韓總統卸任之後都會被調查或者起訴，有接近一半歷任總統卸任後被起訴或者判刑。呢個青瓦台詛咒嘅數據早就成為制度疲勞嘅象徵。故此同時可以成立兩個觀察：第一，司法確實有政治操作嘅空間；第二，尹錫悅本人亦都確實有政治錯誤。吊詭之處在於，南韓民主制度好成熟，但亦都好疲勞。制度設計嘅原意係制衡權力，但實際嘅效果就永久內戰，日日內耗。就喺今年嘅2月19號，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審宣判，尹錫悅內亂頭目罪成立，判處無期徒刑。咁樣係司法制度最後清算翻總統轉頭嘅結果。表面係法治勝利，但實際社會更加分裂，支持同反對者之間嘅對立更加尖銳，證明單係靠司法根本修補唔到社會嘅裂痕。而家將個鏡頭拉返去歐美，
美國公開咗更多艾普斯坦檔案，提醒呢個世界，權力階層嘅性犯罪已經唔係都市傳說，而係真嘅。有拉楞嘅人物，橫跨政商、金融、學術、慈善，甚至係皇室。焦點已經唔係某幾個名，而係點解呢啲罪犯可以長期存在。美國嘅處理方式係公開文件，製造透明。就喺今年嘅1月30號，美國司法部根據艾普斯坦檔案透明法公布咗350萬頁文件，雖然透明，但冇實質問責。之後嘅媒體報道、社交平台嘅討論、輿論風暴就一浪接一浪。不過喺法律層面嘅清算就好有限，於是就出現一種吊詭狀態，資訊就好透明，但係責任就好模糊。美國擅長製造透明感，但就不擅長製造後果。英國嘅做法就啱啱相反，程序好高調，但係盡量淡化政治衝擊。最象徵嘅案例就係前王子安德魯。英國皇室對安德魯嘅處理策略其實都幾清晰，褫奪皇室職務，唔俾佢再用皇室頭銜，退出公共代表角色，但係同時冇刑事審訊，冇司法裁決，以民事和解收場。點解咁呢？其實係用行政切割代替司法清算，目的唔係追求真相，首先係要止血。點解要咁樣做？因為皇室喺英國嚟講係國家象徵、憲政穩定嘅裝置、軟實力嘅核心。體制首先問嘅唔係皇室有冇犯錯，而係皇室可唔可以冧？答案一直都係唔得。因此安德魯被定性係佢個人嘅問題，而唔係皇室制度問題。咁樣搞法會唔會引爆皇室危機呢？短期內就唔會，但係會造成慢性侵蝕。年輕嘅世代對皇室冷感上升，皇室由道德象徵退化成為純制度象徵，存在可以維持好耐，但被尊敬嘅程度只會插水下降。如果將英美嘅做法擺埋一齊，唔係對立，而係兩種制度自保嘅方式。美國用透明換合法性，而英國就用穩定換合法性。兩邊都唔係認真為受害人而設，而係為制度續命。再睇返尹錫悅，佢以為只要依法辦事，所有問題都解決到，但現實係法律可以懲罰罪行，但唔可以修補社會裂痕。當政治被司法化，司法被政治化，最後冇人贏。真正嘅危機唔係某一個總統或者某一個王子或者某一份檔案，而係現代嘅民主制度越嚟越擅長管理危機，但越嚟越唔擅長面對真相。尹錫悅有責任，有錯，但唔係唯一嘅問題。英美透明，有程序，但係缺乏真正嘅問責。最新嘅民調顯示，英美精英同埋司法信任已經嚴重崩潰。英國人對法院嘅信心跌到得返57%，美國人對司法系統嘅信任只有35%，創歷史新低。呢個現象提醒大家，如果制度得返自保能力，而唔識得自我修正，民主唔會即刻冧，但會虛有其表。簡單嘅制度修正包括強化獨立調查機制，成立跨黨派問責委員會，限制前任官員嘅豁免權，令司法回歸中立，將透明真正轉化為後果。空心化嘅民主，表面仍然運作，實際已經冇咩靈魂。
今日分享到呢度，歡迎留言分享或者用超級感謝支持，多謝收聽。Le vent s'est levé ce matin et ton odeur sur mon chemin